5月劳动节要到咯，有真侪劳工团体今仔开记者会，提出反霸凌、行劳工7天假等诉求，呼吁劳动节迄天大家做伙出来大游行，互政府听到百姓的心声。大社花口号，真侪劳工团体特别伫总统府前的凯道举行记者会，针对5月劳工大游行，提出包括反霸凌、爱保障、公务员甲劳工一体适用反职场霸凌机制，也提出海外7日假，也佫有提出降低工时的诉求，也呼吁上加工资每年爱调到32000块以上，时薪至少280块。要明确职场霸凌的定义，包括要建立内部及外部的申诉、调查、处理及保护的一个机制。你用什么价别来恢复？我们劳工都希望要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政策出来哦，让我们台湾不再是过劳之岛。因为便宜互配比的问题，有话爱改善，即摆也会参与游行的工会表示，我4个月已经有超过1300名的护理师离开职场，呼吁政府将3班的互配比入法，若无护理师离职的情形未减少。3班互并比这个入法要尽快的进行，而不是奖励先行这样子的一个措施，我们认为是不对的，而且我们觉得这样子只会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差。对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扣32%的关税，虽然川普将愿对台扣关税，也毋过劳团继续呼吁政府唔通互资方倒手提补助，借手违法时劳工，爱提出具体稳定的措施，保障劳工权益，也以行动敲醒政府的市情，邀请劳动节迄日老百姓同齐大游行，互政府听到大家的心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